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25，诗篇28篇第7节安尼讲：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的盾牌，我靠伊。上主帮助我的心大欢喜。我要用诗歌称赞伊。三角来祈祷，做阮快乐盾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永远的活命，永生的恩棒，互敬畏你、倚靠你的人的上帝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阮坚固的照伴，互阮通徛袂牢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拯救阮，才会属于你的百姓，互阮通成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互阮伫患难的时，通秘伫你的膝骨下，得你的保护，佮成做阮得到救的避难所。主啊，阮的心大欢喜，大大的欢喜，因为你是阮的快乐，阮的盾牌，是阮逐时的帮助。阮倚靠你的，要得到大福气。我要用诗歌称赞俄罗你，对一时到永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耶稣听你，属你。